交通部宣布，今年年底进前，按算要伫全国各新增加1700多位过路人专用号志。为着要增加地方政府设号志的意愿，交通部嘛表示，表现好的县市，中央会有奖励。 路口红灯的号志也未换市灯进前，过路人会当通行的小市人的灯号升光。过去人车灯号是公布策划，但这个路口提早4秒，让过路人先行，降低人车的冲突。行人先走的方式，这样子车也不用等太久，然后就是感觉也不会说有人真的要硬转的时候，那个会有点危险。大的话，你如果设计这样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它如果是小的那个路口的话，你设这样子，行人先走，每一次都塞车。 另外，过路人专用时尚是高车路口所有车禁行，过路人会当对角线行过去。目前过路人专用时尚和过路人早开时尚的路口，全台湾已经有6000多个所在。交通部表年底进前增设1700多个，佮提供奖励。奖励的部分就是前2名的县市，一个15万，一个10万，诱因大吗？ 这个只是针对说，如果你可以增加的数字多的话，我们给他一个奖励的机制。车辆要右转，根本转不过去啊！斑马线都有人在走啊，你应该要是更强有力一点啊！好啊，你要求县市政府。 交通部强调，为了要改善车路的环境，是提出道安3件，包括改善路口斑马线的照明，推动汽车隔热纸透光度的管理，扩大斑马线和车辆停止线的距离，拢会对法制化的方向来约束。另外，最近台票一直起，交通部嘛讲可能影响到咱国的观光市场，观光署密切注意，无排除提出补助措施。观光署现在先很细致的去了解到目前数据的变化，例如说国外旅客来台旅游的人数有没有突然降下来？好，那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要赶快去拟定方案来协助我们的业者。交通部研判会有2个全面的影响，除了出国变俗的影响国内，更会烦恼国外旅客因为消费变贵减少来台湾，会较建议定方案来帮助业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